三道里风台透早已经进攻做强烈风台，也毋过伊移动的速度是非常的慢。暴风圈嘛已经接触到恒春半岛、屏东、台东、高雄。大体是宣布讲下晡开始，西部干线车帮会调整还是讲会停驶？其中潮州到嘉义的对号车停驶，区间快车目前正常。潮州到枋寮的车帮会看风雨的状况来调整，但国内的航线的航班嘛会取消85架次咯。 码是4321的条件。因为飞高雄的航班取消，金门机场3站有真侪候补的旅客，有人改行程改飞台北的松山机场。受到风台影响，松山机场自7月尾开始，国内线也会取消，所以旅客一早起坐飞机时阵，拢真担心讲飞机唔知敢会飞。前几天有一直注意台风动态，定了5号要回来。 可想应该台风应该走了吧？从上海搭飞机到福州，福州再搭船到南竿跟我们会合。可是那飞机有开，船没有开，小三通卡住了。风台愈来愈晚，高铁宣布7月正常营运。因过有一寡路段，若风雨伤大，达到运转的限制标准时阵，将会采取行车限速。大体是宣布自7月下昼开始，西部干线部分对号车。 将会局部路段停驶，嘉义到潮州暂停营运，不过区间车是照常驶。看风雨情形，再个做调整。东部干线和平到总值之间依然是未通，请旅客坐车进前要注意相关消息。三道里风台伫透早增强真济强烈风台，云系正杂，风台眼正清楚。伫过去3点钟，强度又搁小可增强。 重心敢若是伫咧原地势力无震动，暴风圈去夹到恒春半岛、屏东加高雄，一个台东地区，对云林以南陆地造成威胁。气象署发豪雨特报，特别提醒伫屏东县加台东县有大豪雨发生的机会。一若台中以南也开始要注意，可能有10级以上的强阵风。 它的移动速度是很缓慢的，表示影响它的因素是很复杂，而我们也持续在观察台风它实际的运动，包括它移动的速度、向北转甚至向东北转的角度的变化。登陆的时候，它这很强的致灾性强阵风的结构会接近南部陆地北上，这样子进入到陆地是令人担心的。在天暗了，南部的风雨会愈来愈大。 拜三日时将会是风雨上强的时阵，全台湾拢有局部大雨或者是豪雨，尤其伫咧东南部、南部地区、恒春半岛抑个中部、东北部山区，拢会有豪雨等级的降雨。因为风台所顶来的速度正慢，影响的时间也久长。气象署提醒民众要注意最新的风台消息，做好风台准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